好，小紅書見大家，恭喜發財！嗱，大年初四咧，我喺度恭祝在座咁多位哥哥姐姐咧，咁身體健康啦，龍馬精神，萬事勝意，家庭幸福。咁啊，好歡迎咧，大家今日咁早嚟到咧，我哋2026丙午馬年新春武術全愛暖萬心嘅活動。我係百媚洋保利體育總會嘅主席曹景雄，大家多多指教。咁一陣間開始咧，我哋會帶俾大家精彩嘅節目。當然啦，就唔少得嘅喺尾聲咧，我哋會派福袋嘅環節啦。咁希望咧，大家能夠開開心心度過一個愉快嘅農曆新年。記得俾多啲掌聲我哋，多謝晒大家。咁以下嘅時間咧，我邀請到百媚洋保利體育總會我哋嘅創會總會長楊保利師傅為我哋致辭嘅。各位親愛嘅長輩、街坊鄰里，每一位今日嚟到嘅朋友，大家好！我係百媚洋保利體育總會創會總會長楊保利師傅。今次我哋好高興能夠同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合辦今次嘅2026丙午馬年新春武術全愛暖萬心嘅派米活動。首先，我謹代表體育會同仁，多謝各位嚟臨。今日天氣雖然都有啲凍啊，但係見到你哋坐滿晒喺度呢，感恩你哋每一位，俾機會我哋將今日呢份心意送到你哋嘅手上。今日呢係2026馬年大年初四，等我同大家拜個年先。我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笑口常開。其實今次嘅義工活動目的呢，係除咗希望透過派米為大家喺新嘅一年送上溫暖之外呢，我哋亦都希望呢，可以透過武術行善，將武術文化傳揚開去，令到今次嘅活動更具意義。我哋嘅體育會今日為大家準備咗好多精彩嘅環節，暫時我保持神秘感，唔透露太多住。稍後我哋仲準備咗啲壓軸嘅新春環節，希望大家能夠細心欣賞，期待一下。多謝各位。Hello， 大家早晨，恭祝大家馬年行好運，新年快樂！祝大家笑口常開，身體健康。好啦，事不宜遲啦，以下呢，我哋係邀請咗瑞秀金藝同埋貔貅進場同大家拜年嘅，俾啲掌聲！
非常之精彩㗎，辛苦啊，師姐！好精彩嘅表演啊！辛苦張師傅。咁接住嚟呢，我哋會由李俊琪師傅為我哋表演白眉派嘅18魔橋，有請。我哋而家有請到我哋白眉楊寶利體育總會嘅總會長楊寶利博士為我哋獻唱2首歌。有請楊寶利博士。夜鬆變，含淚勸君點杯更盡一杯美酒。夜鬆變，明日兩家分飛隔斷關山，有千重恨，夢裏相思思千縷。一次想分散後，不能相依左與右。我也為你相思抱，心少盼望的愛情天化月愁。夜鬆變，離淚滿腔，心中怨恨君知否？夜鬆變，良夜嘆息今宵以後曲中緊遮言斷，聚首不知可會有。一次想分散後，不能相依左與右。我也為你傷心痛，哭笑怨恨，空怎孤單住淚流。夜鬆變，殘夢間一朝遠別悲分手。夜鬆變，良夜已經轉身過盡春宵，再不能留。
幾番獻已心已苦透，一次想分散後，不能相依早與有。我莫盼貴州位，街上是兩地，相熟相棲甚遠籌。祝各位長者新年進步，福壽康寧。好多謝楊寶利博士嘅獻唱。接住嚟呢，我哋繼續為大家表演。任情中情意加濃，早佔愛戀風，愛思滿胸。繡蓮花布情夢蒸籠，這是如愛衷，讚花明義公。就值得於共加重，就值得於共尋美夢。興隆美人兒自戀孤籠，我貌出得眾，若芙蓉艷態人才中用情培弄，若有龍羨慕寶儀中走歌頌，若唔同靜態的趣又玲瓏，並坐花間閒抱玉真細濃情引動，從花叢沉落談笑共，並作情動，共赴無夢，愛情動顯愛情夢，碎花飄滿頭是夢蒸籠。好啦，接住嚟我哋繼續有功夫表演嘅。現在有請我哋吳麗祥師傅為我哋表演白眉派嘅直步拳。功夫表演，麻煩師兄係我哋嘅黃俊賢師傅，佢表演嘅白眉派嘅風火輪。
好精彩嘅風火輪啊！以下落嚟咧係我哋壓軸嘅功夫表演啊！為大家介紹嘅係曹景雄師傅。曹景雄師傅，你睇下見唔見到啊？見到我哋曹師傅一身嘅一片膚色，就知道我哋為大家表演嘅係咩啦。佢話我哋表演嘅係白眉派嘅天方丈，請大家掌聲鼓勵。多興興，唔好意思啊。好。莫善儀師傅為我哋獻唱一首賀年金曲嘅，有請。好啦，今日剛好大年初四，我要祝大家恭喜發財、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啊！送兩首賀年歌俾大家，大家跟住我一齊拍手掌得唔得先？可唔可以先？可以係咪？朵迎春花，人人都愛它。好一朵迎春花，迎來大地放光華。好一朵迎春花，花開每一家。好一朵迎春花，茂盛豔麗春色雅。迎春景致如畫，花開富貴，人盡暢懷，萬事勝意無牽掛。嚟多次，好一朵迎春花，誰人不愛它？好一朵迎春花，迎來大地秀彩霞，插起那迎春花，芬芳播千家。插起那迎春花，人人齊來歡樂下。我哋祝大家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多謝。迎春花開，帶來了好年華。迎春花豔，配個景致如畫。花開富貴，人盡暢懷。萬事勝意無牽掛。好一朵迎
春花，誰人不愛它？好一朵迎春花，迎來大地秀彩霞。插起那迎春花，芬香過千家。插起那迎春花，人人齊來歡樂下。好啦，大家咁開心咧，我就特登再準備多一首《歡樂年年》送俾大家公公婆婆嘅。耳聽鑼鼓，聲聲送舊年。你看大家多歡暢，個個樂綿綿。歡呼聲、歌樂聲，響徹凌霄殿。齊聲恭祝你有個歡樂年，歌歌舞舞共歡慶，杯杯要聲共歡宴，年年歡樂，歡樂年年。我向大家恭祝一句，恭喜發大財。我要為你恭祝一句，事業永向前。花開千萬朵，生意長興旺。財運亨通福星照，處處揾大錢。聲聲要醉共歡慶，杯杯要聲共歡宴，年年歡樂，歡樂年年。好啦，多謝大家各位上面，多謝大家捧場，祝大家再次一次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合家平安。多謝，好嘢！多謝阿怡為我哋唱首咁好聽嘅歌，耶！有財神唔好怕醜啊，啲來賓等你哋啊！哇！好，大家可以行出嚟咯喎！向前行3步，係啦，向前行翻3步。好，擰翻轉台，望向翻台，唔該。好，兩隻水手擺翻喺地下得㗎啦。麻煩中心嘅職員，我哋應該合照好唔好啊？係啦，我哋有秩序啊，慢慢一行一行嚟啊，唔使急。
啲座位啊冇人坐㗎啦，咁可以清一清佢，係啦，咁方便咧另一班嘅長者咧方便佢疏通嗰個道路，唔該晒，係啦，搭翻起佢，咁啊清一清佢，唔該晒。同埋啲凳咧一陣間咧，我需要咧10零張啦，搬上台嘅。依家我哋自己工作人員影翻張大合照，有啲要坐嘅，係啦。咁啊，而家可以拎上嚟先，係啦，可以拎。大家咧馬到功成，龍馬精神，最緊要係咩啊？身體健康。好，今日咧我哋咧大年初4呢個活動喎，係我哋3月資訊分享會，企乜嘢啊？呢個新春武術全愛戀萬心，大家係咪見到身邊有好多好精緻嘅裝飾嘅人士呢？係咪？嗱，佢哋呢好有心啊！大年初4呢個呢真係要高度表揚，佢哋7點幾就預備啦，早過我返工啊，真係啊！好啦，嗱，咁我哋呢今日活動頭半個鐘呢，大家有冇拎到活動3月份嗰個會員通訊啊？好嗱，有呢就非常之好啦。咁呢，先幫我睇睇第一版有啲咩嘢先。第一版有啲咩啊？見唔見到我個靚樣啊？第一版揾唔揾到啊？揾到係嘛？見唔見到魏生㗎？有啊，真係有。魏生着咩色衫㗎？等我都睇睇先。真係有魏生咩？呢一張相，我記得嗰日魏生係請病假㗎喎，影相嗰一日。冇魏生喎，哎呀，集得咁快啊！係啦，呢一張咧嗱，咁係有我哋中心大部分嘅同事啦，咁就向大家咧拜個年，係啦，都希望呢一年咧，呢個馬年咧開開心心。繼續咧喺耆康會咧就精精神神咁參加活動啊！好嗱，我哋咧先揭一揭去第2版先。第2版先，我想問咧，有冇入咗會20年嘅會員喺度？20年或以上嘅舉手嚟睇下先。20年有喎，30年有喎，都有喎。咁我考下大家一樣嘢先。每年嘅3月份有啲咩要做㗎？續會係啊，續會費幾錢㗎？40蚊，我好精神啊！完全係感受到你哋嗰種精氣勃勃啊！雖然都係長者，但係咧好似仲活力過我呢個年輕人啊！真係係啦，嗱，每年咧3月咧就會續會啦。咁咧過往咧有冇收到續會信啊？有收到續會信係咪？嗱係啦，嗱咁今年咧我哋咧都會喺3月份咧繼續續會啦。咁收到續會信咧就會有個日子同埋時間嘅。咁你哋就跟翻咧續會信嗰個日子時間嚟翻中心咧續翻會，係啦。咁咧係咪淨係3月份先續得會㗎？我3月唔得閒喎，4月份嚟續得唔得㗎？係啦，我哋都唔緊要係3月份、4月份、5月份，甚至你唔介意嘅話咧，12月都俾你續會嘅，我哋中心係啦。不過當然，如果我想玩4月份嘅活動喎，咁我要幾時續會啊？係啦，咁啊3月份報名嗱，報4月份活動報名嗰一刻最遲啊，就一定要續會啦。呢個提大家先。好嗱，跟住咧嗱，都不過咧有個咧嗱，雖然流流都有個咧唔係幾好嘅消息話俾大家知，咁都知道咧政府有睇新聞咧，政府會 cut 我哋 budget 啦，係咪啊？哎呀，咁咧就大家伙啦，咁咧。即係我都想財如趕盡嘅，其實就咁不過咧，政府我哋最主要嘅財源咧就喺政府度㗎嘛。咁政府一級 budget 咧，咁就有啲咧開支
要減散啦。咁所以咧就要同大家咧喺藉住呢個機會同大家講聲咧，今年嘅開始續會咧係唔會有續會禮物。係啦，就冇續會禮物啦，即係都好抱歉呢樣嘢。即係我都好想俾大家，我當然想大家收到禮物啦，開開心心。但係咧都真係冇辦法，即係嗰個開源節流嘅問題。咁但係嚟緊咧活動上邊，我哋都希望維持翻一貫嘅模式啦，有各式各樣嘅活動俾大家玩翻嘅。係啦，呢個都同大家講一聲先。好，跟住第三樣要問大家嘅。有冇喺 WhatsApp 收到我哋嘅中心資訊啊？有冇人係有用 WhatsApp 但未收到㗎？或者唔知道點用啊？嗱，都有喎。咁咧嗱，第二版就啱大家啦。第二版見唔見到有個二維碼？有個二維碼係咪？嗱，呢個二維碼咧，嗱，我想問下大家有冇印象咧？疫情嗰陣時有用一個 Apps 叫安心出行啊？有係咪？係啊，師傅都好大聲啊！有安心，因為咧唔用安心出行入唔到街市買餸㗎嗰陣，咁大家就有印象呢個二維碼啦。係啦，嗱，如果你哋仲未收到用 WhatsApp 收到中心資訊嘅話咧，就可以掃描翻第二版嗰個二維碼，係啦。咁就會加入到我哋中心最新嗰個 WhatsApp 社群㗎啦。OK， 係啦，入翻中心 WhatsApp 社群。咁咧不過用嗰度要教下大家啊。入到去裏邊咧，你會見到有個公告嗰一欄嘅，公告兩個字。記住撳翻公告咧，先至睇到中心嘅資訊嘅。係啦，呢個提一提大家先，提一提大家。好，跟住已經去第三版啦喎，第三版咧係3月份咧先到先得嘅活動嚟嘅。好，首先第一個見唔見到有個手機查詢服務3月？我見到啦嘛。咁咧呢個活動咧，過往都有搞嘅，咁就係主要俾各位老友記喺查詢手機上邊咧。一啲疑問、一啲疑難咧，就解答翻大家啦。係啦，咁咧嗱，今日時間有限咧，咁姑娘就唔逐個時間講啦，就主要講翻咧有咩活動俾大家嚇3月份。好，跟住有咧神秘電影欣賞啦，有一個叫牙齒護理工作坊啦。好嗱，跟住下個月資訊分享會嗱，留意啦，3月23號就下個月資訊分享會。跟住去到最底咧，有一個咧嗱，都介紹俾大家嘅一個叫做咧愛自己你有聲，關注虐待長者短片垃圾放映會嗱，唔係鬧緊大家嚇，係套戲個名叫做垃圾嚇，係咁啱嗱。咁因為咧今年期刊個主題咧都係防虐老啊，即係咧提升大家防止虐待長者嘅意識同埋關注嘅咁一套電影啦。咁呢幾個活動就先到先得，俾大家留意翻先。好，咁我哋一跳咯喎，一跳就去到第6版啦。第6版，咁第6版開始6、7、8頁咧，就會係咧中心嘅抽籤活動嚟嘅，抽籤活動啊！咁嗱，留意翻啲日子先。登記日有冇人答到姑娘？登記日幾多號啊？幾時開始登記？2月幾多號啊？即係今日啦，係啦，即係今日。咁咧嗱，你哋會見到上晝10點半啊。咁10點半咧，其實仲有20分鐘就係㗎啦。咁大家咧就嗱唔使咁急嘅，睇埋晒今日嘅表現咧，攞完禮物先過去登記，可以慢慢係啦，唔使咁趕住登記。咁10點半開始啦，就去到2月26號，禮拜4咧可以喺中心登記。登記完啦，要點㗎？登記完中咗籤喎，咁點啊？換票係啦，要換票啊！換票咧就係
2月27號禮拜五嘅下晝3點半，嗱最快啊27號嘅3點半，至到3月5號禮拜4啦，3月5號。跟住我想問，3月6號換唔換得飛啊？3月6號換唔換得飛啊？係啦，嗱，如果中咗添，3月6號咧，你係正選嘅話就唔換得㗎啦。但係咧有樣嘢叫後備，如果後備嘅話咧，咁就應該會收到姑娘啦或者其他社工同事嘅通知，咁通知你嚟咧可以換飛喎，咁你就後備就可以換飛啦。係啦，好多時老友記問我咧，後備幾時可以換飛？咁收到通知，咁就可以換啦。咁如果我係後備，但係我收唔到通知喎，咁即係代表有冇得玩呢個活動啊？冇啦，係啦，答得好好啊！嗱，好，同大家講翻咧，有邊啲活動先？嗱，第一個叫做咧瑜伽體驗班，瑜伽體驗班都好少搞嘅呢個瑜伽體驗班。第二個就係咧中學生同你一齊做運動，哇！聽個名都知道係中學生同你做運動啦呢個。第三個咧就係咧寶血女子中學同樂日，咁就會去寶血女子中學嗰度啦，有班後生仔同我哋老友記一齊玩啦。咁第四個就會係地壺球體驗班1，係啦。第5個就會係地壺球體驗班2啊，係啦，都係同地壺球啊，未玩過嘅老友記都可以咧，可以去體驗下。好，去到第7版啦。第7版咧都係咧好少搞嘅中心簡易書法體驗班啊，係啦，就用毛筆寫字嗰一個簡易書法體驗班。跟住咧嗱，第七個就要留意下啦。第7個活動就叫做咧港燈知識用電關懷基金，係啦，呢個就係個名嘅，後邊嗰個先係重點啊！現金券派發就係咧會派咧200蚊嘅百佳超市禮券，係啦，不過有資格嘅，咁包括啲咩咧？要領取綜援啦，或者領取普通或者高額嘅傷殘津貼啦，再或者就係長者生活津貼。嗱，咩叫長者生活？我發現老友記咧有陣時會撈亂咗嘅。長者生活津貼咧係4000幾蚊嗰一個，係啦，每個月4000幾蚊。咁每1000幾蚊嗰個咧，你哋俗稱嘅生果金咧就唔叫做長者生活津貼嘅。所以嗱，如果呢個生果金嘅有冇得拎啊？呢個冇啦，係啦，咁就唔合資格，真係唔好意思啦，係啦，因為呢個都係港燈規定嘅，係啦，你咩啊？傷殘有係啦，傷殘咧無論普通定高額傷殘都會有嘅，係啦，咁不過都係抽籤啦，抽中咗先有啦呢個。咁同埋要留意一樣嘢啊，中咗籤當然要換飛啦，但係換嗰個優惠券嗰一日咧，一定要帶翻個證明，係啦，一定要帶翻個證明。點樣證明咧？嗱，綜援嘅有啲咩證明啊？綜援紙啦，係綜援紙啦。咁攞其他津貼嗰啲有咩證明啊？銀行簿仔啦，嗰一啲都得，係啦，證明到你有攞呢個津貼咧，咁就可以㗎啦。好嗱，提大家啦呢個。好，到第8點啦，第8點就係衛生署講座長者的口腔健康啊，係啦，之前咧搞一啲口腔講座咧，長者都好踴躍嘅，發現咁咧，今次又再搞多次啦。第9樣就係咧衛生署講座認識白內障，係啦，白內障係啦，嗱時間有限，所以唔逐個讀啦，咁就大家可以睇翻。好，跟住到第8版啦。第8版咧要掀翻張紙睇下先。好啦，主要睇咧中心一啲嘅開放時間啦。咁而家咧因為天氣咧都一時一時啊，所以都有個咧惡劣天氣影響下中心之服務安排俾大家。我想問入考下大家啦，黃色暴雨中心開唔開㗎？開。
中心有冇活動㗎？黃色暴雨。黃色暴雨咧，我聽到好大聲冇啊！但係睇翻先，黃色暴雨同1號風球中心都係有活動㗎，係有活動啊，係。好啦，到紅色暴雨同3號風球啦。中心開唔開？開，係啦，開嘅。咁但係活動有冇啊？冇啦，係啦，無論室內同室外都冇啦，係啦，因為主要擔心大家安全。好啦。黑色暴雨咯，黑色暴雨咧6點3之前先，6點3之前中心咧係唔開嘅，但8點鐘中心開唔開啊？嗱，中心咧佢係開放做庇護站，但係安全起見咧，咁當然最安全嘅地方喺邊度啊？屋企係啦，所以安在家中咧，聽聽話話，咁又唔好亂咁出街啦喎，知唔知啊？真係有一啲暴風雨嘅時候。好啦，好，跟住見唔見到有呢張紙？係啦，呢張紙咧就係咧一次過睇翻晒3月份有啲咩活動啦。咁報名嘅時候啊，提老友記，因為而家報名咧有時咧都驚大家多人起嚟咧會等好耐。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揀好一啲心水嘅活動咧，可以自己圈低咧。或者剔一剔 mark 低你哋想報邊一個活動先，係啦。咁如果揀好啦，跟住先拎埋會員證嚟到中心報名，好得唔得？得唔得？好嗱，咁呢度咧就交俾大家噶啦喎，咁就報活動就咁樣啦。好嗱，咁咧先講講我哋今日啦，嗱，分享會就暫告一段落。咁我先介紹下我哋今日咧呢個新春武術全愛暖萬心。嗱，咁當然合辦機構有我哋耆康會啦、柴灣中心。咁佢哋係咩單位咧？大家見到佢哋咁精神，今日咁多人嚟到我哋柴灣咧，佢哋係百味楊寶利體育總會。係啊，今日佢哋個師傅都喺度。嗱，我今日咧聽到佢哋講咧。嗱，阿師傅佢哋就嗌佢做師傅啦，嗌平時咧嗰啲師姐師兄咧，佢哋唔係嗌啊咩咩師傅咩咩師傅喎。跟住我聽到有個咧嗌咩咧，曹操，係啦，曹操，係啦，曹操就係主席啦，曹操。跟住我又聽到咧，我都係今日唔覺意聽到啊法正，我聽到係啊法正，好似係有啊嘛，係咪啊？我冇聽錯，係啊有法正。咁咧係啦，佢哋就預備咗一啲武術表演啊。又會唱下歌啦，仲預備咗好豐富嘅禮物送俾大家，希望喺呢個新年咧就同大家拜個早年，係冇？嗱，好啦，咁大家咧用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好冇啊？好嗱，咁不過咧都要提提大家，嗱，你見到咧周圍都有一啲咧攝影機啊或者相機咁樣啦，咁呢個活動咧。都會咧係中途咧影下相咁樣嘅，係啦，即係無論中心啦，定係百味楊寶利體育總會佢哋咧都會做翻一個記錄咁樣，係啦。如果真係有長者係好介意會係上鏡啊、影相咁樣咧，都可以咧同翻我哋嘅職員講聲，咁我哋都會再協調下嘅。OK， 好，咁我呢個時候就交俾阿曹操咯，曹操。